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搁再一摆伫梦顶见面，咱三合伫梦顶来敬拜神，听上帝的话语，咱感谢伊。咱过去的一礼拜啊，是圣周，毋知影兄弟姊妹，你伫即礼拜圣周内面是毋是有加入？恁若伫即几日的加入当中，是毋是叫厝内人三合出去旅游或者是过悠闲的生活活动呢？盼望恁即礼拜佚佗啊真好。我也相信伫即耶稣受难周当中恁也想到耶稣为咱来受苦受难，为着咱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目的就是要拯救咱，并且第三日伊阁复活起来，互咱有复活的盼望。感谢主的恩典，最近也是听到即个新冠病毒到了尾声咯，盼望以后的日子呢愈来愈减少，搁较盼望无搁再有新的疫情出现，新的病毒出现，互咱搁较受到跩艰苦。咱感谢上帝，无论咱处伫什么款的环境，主拢甲咱同在，主安慰咱、帮助咱，互咱快乐，并且供给咱一切需用，伫日常生活顶面，甲伫心灵顶面，帮助咱，互咱伫主的内面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所以今仔日咱来到主的面头前，存着一个祈祷的心来听主的话语，但愿主的话语伫咱的心中产生一款灵内面的力量，并且互咱有喜乐、有平安。咱感谢伊，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看顾保守经过一礼拜，伫这礼拜当中，你也带领阮每一个人，无论伫什么所在，伫什么款的点钟，拢着有一个机会通来休息，来甲家庭内面的人出去旅游，也在享受这个大自然上帝的创造，也互阮有机会通来伫这个圣周来想念耶稣为着阮众人的罪，为阮受苦受难，最后钉死十字架顶，第三日阁复活，互阮有一个永远的盼望。因为主复活，阮也是伫伊的内面有复活的盼望。阮感谢伊，主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你，求圣灵来引带、来光照、来带领，互讲的人、甲听的人，拢同感一灵，同得到上帝的恩典。感谢你，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我深知道。
望，指引他活着。我有一天归入生命的人生苦难，一一荣格，借主耶稣战胜了死亡，我将看到那荣耀光，见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生命充满了希望，指引他活着。生命充满了希望，指引他活着。各位的兄弟姊妹，咱顶礼拜讲的题目就是耶稣荣耀会进入耶路撒冷。伫伊进入耶路撒冷以后的即礼拜当中啊，耶稣发生了真侪代志啊。咱若称呼即礼拜到顶礼拜日到即礼拜的礼拜日啊。咱这个通常的称呼做圣周，圣周就是耶稣受难的一礼拜。那么伫即礼拜当中啊，耶稣伊叫伊的门徒伫有最后的晚餐，伫最后的晚餐当中啊，伊讲。在门徒讲，伫因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所以咱就知影，这个出卖的人就是犹大。这个犹大伊用38银钱来出卖耶稣。那这项代志了后呢，因就这个最后的晚餐了后，因就到这个这迦南园内面去祈祷，互耶稣叫伊门徒就离开这个所在离开这个距离，然后家己去一边伫咧祈祷，连续祈祷3摆。伊讲：上帝啊，我的爸啊，若有法通将这个苦杯离开我，但是毋通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耶稣讲的这个苦杯，就是伫十字架顶受苦顶十字架，为世间人的罪来受苦的代志。所以，之后呢咱就看祈祷了咯，然后有这个犹太带领这个犹太的宗教领袖到兵丁啦来掠耶稣，已经将耶稣出卖了，就来掠耶稣。就将耶稣掠去心用各款的手段，真毒辣的手段来掠去刑鞭拍用各款的侮辱伊冲讲伊所以用这个欺骗，甲你骗做这个冠冕甲治咧，个配烂伫伊的身伊的面顶。各款的刑罚拢用着了，最后就互伊这个十字架，这个真沉重的十字架，叫伊行伫这个耶路撒冷的路顶，一直到一个山，叫做各各他的山。迄各各他的山就是靠咱这个骨头的山，就到伫遐。耶稣皮顶，所以当耶稣
爬着迄个十字架伫路顶咧行诶时阵，有真侪百姓人伫咧看，伫咧看诶时阵，其中也有一个人也去看，就是西门啊。这个西门是伫这个古利奈这个城市那么伫这个北非洲的这个所在来到圣殿的咧敬拜咧守逾越节的时阵，都来到耶路撒冷，就拄着耶稣扛十字架，非常的辛苦，因为耶稣规暗规下晡就是伫遐咧受难鞭拍暗暝也无困身躯心灵拢真沉重真痛苦，因为伊一个人来担当世间人的罪，伫十字架顶，所以伊咧扛迄个十字架时阵已经无力咯，所以兵丁就将伊掠这个西门去带退耶稣扛这个十字架。圣经就是伫路加福音23章26节到43节一段经文第26节安尼讲，因为兵丁就带耶稣去的时阵，扛着十字架行伫这个路顶的时阵，有一个古利奈人叫做西门，对乡下来，对乡村的来，因就将伊掠咧，将十字架放伫伊的身顶，叫伊去扛就叫伊背着迄个十字架跟着耶稣伫头前咧行。这个十字架啦，咱知影本来是犯人伫咧扛的伫咧背迄个十字架，但是呢，因为主耶稣规暝的受折拖鞭拍甲各种的体这个肉体的刑罚抑佫规暗无困，所以已经伫身心灵受痛苦已经身躯无力咯所以就掠迄个叫做西门来带退耶稣爬迄个十字架要行。那么这个西门伊是对非洲这个古利奈就是现今的这个利比亚伫北非洲，伊也是一个犹太人西门就伫这个逾越节来到耶路撒冷，才拄着耶稣这项代志本来伊拄着这项代志，叫伊背这个十字架为着这个要死去的人，为着这个犯人来替伊担这个十字架对人来讲是真不幸西门是真不幸因为咧背着这个死刑的十字架但是伫人看来是安尼，但是伫主的安排顶面后来听说这个西门信了主，伊家中当中的人也是信了主，咱感谢主的恩典，因也是跟缀了主耶稣。那么耶稣伫咧行的时阵也有真侪人跟缀耶稣慢慢行，因为就伫边头，慢慢直底，也佫有一个妇人人所以圣经讲有真侪百姓跟缀了耶稣，内中呢也有一个妇人人，在妇女就为着耶稣呢来哭这个嚎啕痛哭嚎啕痛哭，就是哭较真伤心第28节，耶稣就转身过来，对这妇女这妇人人来讲说耶路撒冷的女子毋通为我来哭，着为家己甲恁家己的囝儿来哭，为着因来哭。为什么呢？因为日子要到，什么日子呢？有灾难的日子。
日子若要到吼，的确啊，会有人会讲啥物？迄无生囝诶，甲要找迄无怀胎诶，甲无互伊食恁诶，迄无迄囡仔咧食恁诶，迄人有福气咯。为虾米呢？因为迄个是大灾难吼，真正互人艰苦忍受啊！30节吼，迄个是吼，伫苦难当中，人会向大山讲啊，伊说倒伫阮诶身顶吧，向细诶山讲啊，遮看阮吧。为虾米有即款诶代志呢？因为百姓人毋接受主耶稣，硬着心，将来因也是拄着灾难，什么灾难呢？就是在外邦人啊，就是这个罗马人会带军队来攻破耶路撒冷，将迄城墙拆倒，将迄圣殿甲伊毁坏，并且将内面的人杀死，大人囡仔给杀死，非常会惨啊！所以耶稣知影将来要发生这项代志，所以看到迄妇人人咧哭，说你毋通为我来哭，你着为恁家己叫恁嘅囝儿来哭啊！因为将来要发生的这个灾难真大，互恁忍受袂了啊！伊伫遐甲恁求说大山来伫阮的身顶吧，倒伫阮的身顶，小山你若是共阮砍了，当一个人真痛苦，长久的受痛苦，忍受袂了的时阵，伊就盼望有一项物件互伊立刻死去，来减少因的痛苦啊！所以伊说大山来遮砍阮倒伫阮的身顶吧，因爱立刻死去来减少因的痛苦啊！所以这是当耶稣知影耶路撒冷将来会结局的时阵耶稣所盼望的，乃是在犹太人会悔改认罪归向主毋通为着耶稣，毋是要为着犹太人对伊的同情啊，乃是伊盼望在百姓人会悔改啦。所以耶稣对在妇人人讲耶路撒冷的女子毋通为我来哭为恁的囝儿来哭，为着恁家己来哭因为将来耶路撒冷所要拄着的毁坏已经无法通改变了一定会发生所以百姓若无悔改的确会遭受到遮的灾难所以就是安尼因就耶稣甲因讲到将来所要拄着的事实所以耶稣就沿着这条路行到各他的山顶，伊就将耶稣钉十字架十字架是真大真沉重的，耶稣就是被钉伫这个十字架顶，正手倒手会钉，连骹咧也是钉，然后将十字架甲你夹起来伫山顶。圣经佫讲边头也佫钉两个犯人，所以第23章的32节讲，伊讲又佫有两个人犯人甲耶稣一同带到遐来处死到了一个所在，名叫做独楼底，也就是各他，就是骨头的意思，因为迄个山亲像一个骨头有目睭安尼落落去会骨头有喙齿安尼这个形状伫迄个山顶，所以因将耶稣叫迄两个犯人钉死伫这个各山顶所以圣经讲这两个犯人，一个耶稣伫中头，一个伫正旁，一个是倒旁因就将耶稣钉伫遐。当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时阵，伊心内真痛苦、真忧伤，伊就做一个祈祷。祈祷什么呢？耶稣就讲：
伊说爸啊，天父啊，赦免因吧，因为因所做，因未晓得啊，因未晓得啊。所以平定吼，就伫遐吼，伫咧抽口啊，要得到耶稣的衫裤伫遐。嘛，即两个犯人啊，大概是迄个巴拿巴甲伊同犯的。咱知影巴拿巴是当耶稣掠去咧审的时阵，比拉多就讲说，恁要叫我放耶稣，还是要将即个大贼头啊，即个大歹人巴拿巴，甲伊头放呢？因为百姓人就伫遐咧大声发，说头放即个巴拿巴就将耶稣钉十字架，将耶稣钉十字架，因当声就安尼咧发。结果呢，将即个大罪人巴拿巴头放，然后将耶稣掠去钉十字架。边头即两个人一左一右的，即个钉甲伊同钉十字架，可能就是即个巴拿巴的同犯三合最歹的强贼所以一个人伫正边，一个人伫倒边啊。这就应验旧约先知以赛亚所讲的预言啊。因为预言伫以赛亚53章12节安尼讲耶稣伊讲伊也被列伫罪犯当中，伊却担当真侪人的罪，又搁为罪犯来祈祷。所以耶稣为着这罪犯，天父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毋知影。到底耶稣为谁来祈祷为怀钉伊十字架的人来祈祷为着怀鞭拍因的人来祈祷为着怀刑罚伊的人来祈祷求上帝赦免伊。对历史上来看，伊主耶稣，伊也是为历史上一切的罪人对古早到现在一切的罪人犯罪耶稣也是为着这罪人祈祷，为今仔日的你甲我，咱是一个罪人。耶稣为着罪人，耶稣伫十字架顶为罪人来求上帝赦免咱的罪。所以，因为主耶稣基督所以为着世界顶所有的罪人来钉伫十字架顶，凡那是接受主耶稣的人罪就伫世间人的罪就伫十字架顶面得到解决了。因为耶稣伫十字架顶为咱担当咱的罪。这样呢，十字架无过再是罪人的尽头，乃是真多罪人赦免罪人的源头。所以当一个人真心悔改认罪，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头前来接受耶稣做伊的救主，因就是伫十字架的面头前呢，会听到耶稣为罪人祈祷，祈祷什么？天父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罪，因知影。所以当咱来到十字架面头前，接受钉十字架的耶稣，耶稣会替咱代求，求天父赦免咱的罪，因为耶稣代替咱受刑罚了。所以当耶稣钉伫十字架顶的时阵这些人就咧侮辱伊创讲伊35节安尼讲，百姓就徛伫遐观看，下骹耶稣钉十字架，下骹百姓伫遐咧观看，做官府的人就伫遐咧笑，伫下骹咧笑钉十字架。耶稣讲伊说这个耶稣会救别人伊若是基督，伊若是上帝所讲的
迄个弥赛亚神所竞选的那么你就救你家己吧，你既然会晓救别人，那袂晓救你家己你互人钉是十字架钉啊。所以平定伫下骹也是希望的创讲耶稣讲，毋但推错互伊啉啊，耶稣啉了伊毋啉伊也搁再过来侮辱耶稣，讲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啊，可以救家己吧，叫耶稣你家己救你家己啊！伫耶稣的头壳顶挂一块牌，用3种文字来写的刻的，或者是写的，用希腊文用的拉丁文，用希伯来文希腊就是 Greek 罗马文就是 Latin 用希伯来文是 Hebrew， 伊即3款的文字写耶稣头顶的一块插牌，讲什么啊？这就是犹太人的王，是这个侮辱嘛？犹太人的王竟然互人掠去钉死十字架而且佫写一块牌所以耶稣若是对顶骹落来，无钉十字架无死伫十字架顶，那么伊就无为咱的罪代替咱的罪受刑罚咯。那么咱着罪的代价就是死亡，受刑罚死亡。那么咱世间人就无盼望咯。所以耶稣并无对十字架顶落来，仍然伫十字架顶代替人来受刑罚，真残忍的刑罚。39节安尼讲，迄个甲耶稣同顶的2个犯人有一个就笑耶稣讲你敢是基督吗？可以你救家己，甲救阮吧。边头另外一个人也是犯人，也是等伫十字架顶的，就责备其他的迄个犯人讲你既然是上款来受刑的你敢无惊神吗？伊说咱是应该的，因为咱所受的是甲咱所做出来的这歹代志相称的是应该的。但是这个人中头这位这个人无犯过一项的罪无犯过一件无好的代志就讲落尾这个人就讲耶稣当你得到国降临的时阵，求你纪念我，求你纪念我。所以耶稣就对伊讲伊讲我实在甲你讲，今仔日你就要甲我伫乐园内面要甲伊伫乐园内面，就是可能天堂里。这个乐园是啥物呢？是将来在得救的义人来听候，搁活的时阵要复活起来永永远远甲上帝同在。这个乐园是暂时点伫遐的来听候。所以咱看，伊若是基督神所竞选的，可以救家己，因在叫咧笑伊。但是耶稣无听因无听因对十字架顶落来，因为伊知影耶稣的囝因为是道真做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着要将家己的百姓对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主耶稣毋肯对十字架顶落来。正是因为对死来搁活，以大能力来显出伊是上帝的囝。所以主耶稣顶面的迄块牌伊说
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以色列犹太人的王，政权要关天，咧担伫因的耶稣的头的冠头顶啊。所以这块牌写伊是犹太人的王啊。所以这个就是向世间人见证什么呢？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啊，生伫这个犹太人的当中，就是要做犹太人的王。这个预言啊，是记载伫马太第2章2节。所以耶稣这块牌就证明应验了这个预言啊。耶稣就是来代替罪人受刑罚，要做因的王。所以耶稣伊进入到耶路撒冷来要做王，但是伊无登基坐伫王位顶。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受刑罚，顶死是十字架顶，担当了世人的罪。伊无坐伫王位咧，反倒当伫十字架顶，做成拯救世人的这个大工作所以咱看伫边头的这个犯人讲出来话到底这个犯人有得救也是无啊？伊讲讲边头迄个人讲，咱所做是应该，因为咱是犯罪的，但是耶稣无犯罪连这项歹代志拢无做所以伫遮伊就是接受耶稣，伊是啥做？耶稣是一个义人是好人无犯罪，伫遮伊接受耶稣，也承认到伊家己的罪。因为什么伊说咱是应该得的，咱犯罪顶死受刑罚是应该得的，也是承认了家己的罪这个犯人佫讲伊说耶稣当你得国的时节降临的时节，才纪念我求你来纪念我。所以伊伫十字架顶呼求耶稣的名。所以圣经讲凡那是呼叫耶稣的名的，救主耶稣的名的，就的确会得救。所以咱看这个临终的时节，要死的这个犯人虽然伊也钉十字架也死了，但是伫这个紧急的时节，伊接受了耶稣做伊的救主，伊也是得救了。因为耶稣确定的讲，今仔日你就要甲我伫乐园内面咯。咱看耶稣伫顶下真痛苦忧伤伊要死的时阵的光景是安尼，44节迄个时节是日斗中约有5者，遍地拢是黑暗的这黑暗伫到下晡3點，晨初3點。所以伫即个中午应该是日头真光真艳的时节，但是遍地却是黑暗的，到下晡3點日头也是变黑去。圣殿内面的迄个国殿迄个幔子迄个遮篱对当中裂做2半，对一块真宽真高的迄个幕，迄个幔子一块幕架咧，对中头安尼裂做2半。耶稣就伫遐大声的发伊说：“爸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伫你的手内吧。”讲了即句话伊的气就断了，无搁呼吸了，就死了。所以伫边头咧看一个官，一个兵叫百夫长是管理100个兵的一个官兵丁看去耶稣伫十字架顶所成的代志所成就的代志，就归荣耀给神讲这真是一个义人耶稣是一个义人伊也是承认耶稣一个义人所以圣殿内面迄地步裂做2半，因为圣殿内面分做2半，一个是圣所，
内面诶，迄个是寄生树，寄生树来是一个玉桂玉桂内面有3项物件，就是金冠的玛纳，一个冠金冠内面有玛纳，伫旷野因食的玛纳。第2项就是摩西即个10条诫命用石刻的第3项是亞倫摩西阿兄迄支有發芽的拐刻伫內面。即個約櫃頂擺叫一個施恩寶座，即個金牌安尼底下有2個天使伫遐，代表上帝施恩的寶座頂。即個幕迄個張幕紮佇中頭。任何人就袂用入去，只有大祭司一年才入去一擺，将人的罪帶到上帝面頭前來贖罪。贖罪日的時節，為百姓祈禱贖罪。所以當即個中頭迄塊食的迄塊幔子對中頭一做2半，斷做2半離開了，是代表什麼？迄個幔子是代表耶穌，耶穌佇12架做成一個救贖的工。人若信靠伊，人就有法能直接到上帝的面頭前，有法能到施恩寶座前。所以聖經伊甲咱講這個施恩的寶座前，乃是人有法能直接的入去，因為耶穌替咱咧做成這項的工作。所以當伊耶穌去當的時節，迄個聖殿叫耶穌頂的12架是無相的所在有一段距離所以迄個帳幕斷做一半是真重要的一個神力，因為迄個幕是代表耶穌。藉着耶穌，人有法能直接到施恩寶座前求上帝赦免所以有一個人耶穌死了後，就有人去找比拉多，要將救耶穌的身軀要救去葬所以50節講有一個人名叫約瑟是一個義士，是伊的為人善良的人眾人所做廟的代志伊無參加伊無服從，伊本是一個猶太人的阿里馬太城的人，所想是盼望神國的人是敬畏上帝這個人去救這個比拉多，救耶穌的身體，就將耶穌的身體摕落來對12架頂摕落來，用細麻布用幼的布將伊甲你包咧，抹藥然後包咧，就放佇用石頭所篤出來、敲出來的一坑的墳墓內面，伊就佇內面來裝這個耶穌內面從來無有人埋葬過人的。所以這個墳墓是新的，從來無人去內面埋葬着的。所以耶穌當佇咧入聖城的時節耶路撒冷的時節所徛的迄隻犁是無人徛着的。耶穌死後，這個墓也是無人葬着的所以就應驗了舊約內面所講的怎樣咧？伊就是講到這個耶穌是甲這個同葬，甲這個財主同葬佇內面三合葬。那麼耶穌後來3日了後就復活起來聖經繼續講，第24章的第1節講，7日的頭1日，禮拜日，黎明的時節，懷婦人帶着所有備的香料要來墳墓，來到墳墓的頭前，看見石頭已經開了，滾開了，因為迄個墓外面有一塊真大的石頭，安尼拄咧
人无法通入去，而且要搭即个封条啊，甲你封咧政府的封条，人袂做咧贴，袂做咧入去的。惊人哦，将耶稣的身躯哦搬出去，然后才说耶稣搁活咯。所以迄条封条哦，反正封咧石头滚开啦，啊！因入去看，迄妇人人入去看，内面是空的啊！因就入去，只看无看到主耶稣的身躯啊，因为内面是空的。所以当因伫摇疑的时阵，到底耶稣的身躯是上甲伊偷去啊？因伫摇疑问的时阵哦，圣经讲啊，正伫咧猜疑之间啊，忽然间有2个人徛伫因的边头。因的衫裤是白的发光啊，会发光的。妇人人看到即2个人就真惊呀吼，因的面就趴伫涂骹顶啊。即2个人就对跩妇人人讲啊，为什么伫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伊已经复活咯，伊无伫遮咯，已经复活咯。就纪念哦，主耶稣抑搁伫加利利的时阵。检是甲恁讲嘛，讲啥物呢？伊说我认知啊，必须要交伫罪人的手内，要将伊钉伫十字架顶，第3日啊会阁复活过来。耶稣伫加利利的时阵哦，伫北方的这个加利利，向跩人讲到这项代志，后面才想着，跩因就想起了耶稣所讲的话来，因才相信。耶稣毋是互人偷摕去，伊的身躯毋是互人偷去，乃是照伊所讲的，对死来阁活咯，对死来阁活咯。所以耶稣死来阁活有啥物重要性呢？第一就是对于人类，上帝造人类的时阵，人的灵魂内面一直有一个盼望，啥物盼望呢？灵魂永远活咧。人死了后也会活咧，所以咱看为什么内面哦，拢有一款的盼望，是人有迄个永生，也会定定活咧呢？圣经安尼讲，传道书3章11节讲：神造万年，各按其时，正为美好，又搁将永生安放伫世人的心内。连你神对头到尾所做，人无法通知影。咱从古早世界逐个所在吼，拢有因的风俗习惯，拢盼望死人搁活。亲像埃及，若有人死吼，伊就将即个死人抹药，然后甲因白白咧，就徛咧墓内面，听候有一日伊会搁复活，然后就永远活咧。可见啊！即埃及人吼，的心灵内面啊，也是有一款的盼望，是人死了后会阁活。咱宗教世界真侪宗教，也是讲到人死了后因会到伫一个种个极乐的所在伫遐永远定活咧。真侪宗教是安尼，甚至咱中国的在小说当中在爱情故事这个梁山伯嘅祝英台因2个彼此相爱，但是因为家庭的反对将这个女的嫁互别人。那后来这个发现着，要去找这个伊的爱人已经死了，葬伫墓内面。这大家中国人皆知影这个故事然后迄个男的真伤心，走去伊某的口，忽然口然后迄个门迄个幕真开开，哇！伊个梁山伯就跳入去幕内面，落要变2只马爷蝴蝶飞起来哇！咱就描写因2个真欢喜快乐的永远定定活咧，真水的一个故事就描写人的心内都渴望人伫世间有苦难，但是因死了后，因会真快乐的活着。这是人的心愿，人的盼望，但是无办法，因为人拢有罪，罪就受刑罚，这个刑罚就是死亡，罪的代价就是死亡。
而且是永远的死因为人有罪要受刑罚永远的死亡。只有伫耶稣基督内面，耶稣对死来个活，也带托怀伫耶稣内面的人，就是信靠耶稣的人，因内面也就耶稣个活的生命伫因的内面。因活伫这个世间是暂时的，这个肉体会死亡，但是灵魂要到上帝遐去。但是这个死的身躯有一日也是个复活起来，叫这个灵魂三甲联合做一个，永永远远甲神同在这就是人的盼望。所以人要怎样实现呢？人无法通靠家己来实现生命永远活咧，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什么呢？靠耶稣基督对死来搁活，人信靠伊，人就有一个搁活的盼望有迄个永生的盼望所以，这个普通人无论伊是宗教家，无论伊是所谓的人称呼是圣人，还是伊是一个任何这个宗教的创造人、创办人发起人。因若无对死来个活因若死了无个活就证明说因仍然互罪恶所捆绑，互这个死亡所捆绑。伊既然无对死来个活着，自然伊家己都无个活，伊哪有法通互信靠伊的人复活起来？无可能的。只有复活的生命，有永远生命的人，才有法通互人新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只有独一无二的，就是耶稣基督，曾经替罪人死伫十字架顶，3日了后对死来个活了，伊就改变了一个身躯荣耀的身躯，而且永永活着。咱信靠伊的人，也是会活着，永远会活着。所以圣经安尼讲若无有死来个活的代志，基督就无有复活咯。若基督无有复活，咱所传的拢是枉然的，无当用。恁所相信的也是无当用。所以，若基督无有对死来个活，基督教一切的信仰就是不可信的，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中心就是伊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世间人。所以耶稣伫十字架顶所做，为着罪人来赎罪，伫十字架顶替罪人死亡受刑罚。但是耶稣对死来个活，表明伊已经胜过了罪恶甲死亡的捆绑。伊复活了，无搁再死，而且永永远远活着伊有永远的生命，也有法人信靠伊的人，赐予人永远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是复活的头一粒的果子。咱若看一丛果子树，咱若看到头一粒果子出来了，无偌久，搁一粒搁出来，搁第三粒出来。耶稣是头一粒果子，就是复活的果子。凡信靠伊的人，伫伊耶稣内面，咱也是按照次序会搁复活。那伫耶稣内面的人，将来是按照次序搁活起来。阮感谢主的恩典，伊为着咱的罪来死，也是为着咱的死，赐予咱的复活的生命，活到永永远远永永远远，甲上帝同在，得到永远的幸福、永远的福气，到伫上帝荣耀内面伫迄个所在无罪恶、无病痛无跩歹的代志、黑暗的代志、犯罪的代志因为遐是一个盼望、平安、安全的永远的所在。所以，咱也搁活伫世间的时阵，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咱若是靠着基督
只待今生有盼望，就比众人搁较可怜待了。因为咱有耶稣的生命，有永远的生命，所以耶稣搁活后就带头人福气和盼望。咱们迄首诗歌哦，是因为伊活着，神使伊会听见耶稣，伊的名叫做耶稣，伊赐了一个爱。医治甲原谅宽恕伊舍弃了伊的生命，互我得到拯救。迄个耶稣空的坟墓，就是我复活的记号。当我行完人生的路程，面对着死亡的时阵，面对着痛苦的征战，救主为我战胜了迄个死的权柄。伫阳光当中我见到了主，伊是活着，何等的甘甜！靠着耶稣基督，伊带托我满足甲喜乐，搁较得到感觉，得到安慰，乃是我确切的相信，我有法通面对未来，无论怎样坎坎坷坷，主因着主活着。副歌讲因为伊活着，我有法通面对明仔日。因为伊活着，我就无搁再有惊吓，我深深的相信。因为伊掌管着明仔日，生命就满有了希望。只因为伊耶稣活着，咱就有盼望。咱三合阿头祈祷，亲爱的主今仔阮非常的欢喜快乐，伫人世间一切黑暗、绝望、死亡临到阮的时阵，阮毋免惊，因为伫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内面，阮也有迄个复活的盼望。虽然世间的痛苦，但是只不过是暂时而已的，目睭一瞬拢要过去了。但是上帝带托咱永远的盼望，甲迄个永生，乃是永永远远甲上帝同在，活伫荣耀内面、安全内面、盼望内面、喜乐内面。这是阮的恩典，因为耶稣搁活咧，阮就有盼望。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